好来，乡亲啊，咱回头来看这个新北市邦桥幼稚园的群聚感染，今仔日佫增加一例确诊，就是幼稚园的负责人。加在目前，甲伊有接触的家属采检拢是阴性，市长侯友宜讲会继续来监控。另外，桃园的桃勤公司一个20多岁女清洁人员昨来确诊，而且确定就是为着印度变种病毒。CT 值也就是病毒的速值，这个14，代表伊的病毒量真高。包括台北甲桃园有袂少所在，拢有伊的卡热，因为着要中秋节咯，就有医师担心讲，这代志大条，应该爱先来确认着机场是毋是有传播链，赶紧来采检着第一颗的接触者，才会当根据着疫情的规模来决定中秋的连假是毋是要限制相关的活动。桃园市政府今仔日讲，包括这个个案的家属甲带做伙的朋友，有347个人采检，拢是阴性。详细来做清消，新北邦桥某一间幼稚园昨暝仔逼出一个确诊，目前幼稚园已经有32个人确诊，若搁加上这个个案，确诊数有33例。我们会不断的持续监控、滚动式的检讨。不过目前我们的疫情还是在稳定的当中，我们会持续的观察。这宣布恢复内容，侯友宜讲会继续监测，不过考检要伫后壁。后礼拜都是中秋，桃园机场所有20多岁女员工嘛逼出确诊 ，CT 值阁干那14。伊去过所在包括有名一兰拉面、台北本店别馆，嘛去过桃园的全联、家乐福，有医生烦恼代志大条啊。不是在机舱，那就要注意飞机场的其他位置。那这部分的清查可以透过跟他一起工作的员工，有没有人PCR 阳性或是抗体阳性，这可以找到相关的可能的一个前后顺序。不过目前看起来比较像的还是他接触到可能境外移入的这些人，只是说到底有多少同事被影响，或是他只是其中的一个传染链中的一个情况，这部分就不得而知。那可能就要重新去按照最新的一些疫调结果来确认对中秋节的影响范围。根据桃勤目前采检347个人，结果拢是阴性，另外有38个人等来采检。针对外界质疑机场是高风险的所在，是安怎女员工敢若注一剂疫苗？指挥中心副指挥官陈宗干讲，注疫苗是个人的意愿，嘛有鼓励赶紧去注疫苗。即马上重要的，要是要赶紧知影感染源伫倒位，才会当有效来阻断传播链。